當全世界嘅打工仔都為咗用 ChatGPT 定係 Claude 而煩惱， Tesla 嘅員工就慘啦。佢哋個老細 Elon Musk 一封內部電郵就命令全公司轉用佢自己間公司出嘅 AI 模型㗎。最精彩係咩？ Musk 自己都親口認證 Grok 嘅表現根本就唔夠其他對手嚟打。呢單嘢係咁嘅， Tesla 啱啱先 cut 晒員工用第三方 AI 工具嘅預算，跟手就逼佢哋轉會。官方理由冇講，但明眼人都知係肥水不流別人田。但係大佬啊，你逼人用個次貨，同逼一個米芝蓮3星廚師返屋企煮飯一定要用街市啲爛菜爛肉有咩分別？煮出嚟嘅嘢食點會好食？個邏輯根本就係倒行逆施。搞科技創新最緊要係用最好嘅工具去解決問題，而唔係用行政命令去保護自己嘅生意。呢個操作就好似你間餐廳明明有部德國入口嘅咖啡機，但你老細為咗幫襯隔離屋企親戚，逼你用反暴漏電嘅國產咖啡壺一樣，唔止出唔到好嘢，分分鐘整鑊金嘅你嘆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Musk 呢鋪真係完美示範咗咩叫我嘅地盤我話事，技術唔夠人打就用權力搭救，將成間 Tesla 當成自己 AI 產品嘅免費測試場同埋水魚客戶。講真，咁樣管理一間科技公司，同揸住部 Tesla 但係鎖死你唔准用 Supercharger， 逼你去叉慢充有咩分別？抵你班工程師做到喊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